啊，就对了。Hello， 今天中子学院的学生们要先唱一首诗，它的歌名叫《一粒麦子》。第一首要唱就是《回家吧》。好了，按照标准呢，一考5的嘛，来我唱的了，这是第一首。第二首是一粒麦子，加上我们尊敬的土工一起来献上这一首歌。然后这一首歌结束之后，请下一个继续预备好，就是北大的信师团。